大家好，歡迎收睇非遺處處嘅第二集，我係 Karina。今集我哋將會帶大家走入優雅細緻、充滿女性魅力嘅旗袍世界。旗袍唔單止係一件衣服，更加係香港女性文化同埋現代美學嘅象徵。由上世紀30、40年代開始，旗袍隨住時代嘅變遷喺香港發展出獨特嘅風格。每一收、每一試、每一個紐扣、每一大布料，背後都藏住師傅嘅心思同埋手藝。今集我哋會同大家探訪資深旗藝師傅，了解製作旗袍嘅過程、剪裁同埋設計點解咁講究，亦會聽下師傅點樣守住呢份傳統，將旗袍文化代代相傳。長衫又叫旗袍，係一門集優雅同文化傳承於一身嘅傳統服飾。喺1920年代，上海開始流行，由清朝滿族闊鬆長袍演變成今日嘅修身經典款式。喺香港，長衫融合於中西文化，成為精緻時尚嘅代表。無論係影星、上班族定係學生，當年都愛着。佢以獨特嘅剪裁、花紐同蘇繡工藝聞名，係香港裁縫業嘅驕傲。其實我本身就中意中國文化，咁我點解特別中意呢？我一見到就已經中意啦。同埋呢，我對於所謂做一件靚嘅衣服呢，我自己都有研究嘅，自己都係做得 OK 嘅。當然啦，做得唔好嘅重做，都要最完美。如果你冇興趣係做唔到嘅。我介紹下呢，其實中國嘅華服呢，就唔係淨係單一式嘅旗袍嘅。譬如上衫下裙啊都得嘅，譬如好似呢件咁樣係上衫下褲，上衫下褲。咁呢個特色咧，佢就係繡啲花啦。咁點解我哋要繡呢啲牡丹花咧？因為寓意係富貴。咁中國人你都知道啊，最緊要講好意頭啊嘛。一般嘅裁縫咧，就一定係好似有呢啲鉸剪嘅。咁呢啲鉸剪咧，其實咧等於以前嘅武士嘅寶劍。佢第一佢唔會借俾人，因為佢自己用慣。咁如果你用得耐咧，譬如呢把鉸剪係12寸嘅話咧，咁因為燉咗之後要磨啦，咁磨下咧就變咗11寸噶啦，越磨越短噶啦，即係證明你越嚟越做得耐啦，即係做極都唔發達。不過，隨住快時尚興起，同老一輩師傅逐漸退休，長衫製作技藝正面臨傳承危機。2017年，香港中式長衫製作技藝列入香港非遺名錄，2021年更成為國家級非遺項目，標誌住佢嘅文化價值。喺香港，長衫同旗袍兩個詞交替用，帶濃厚本土氣息，特別係老一輩香港人提到長衫，總有份親切感。長衫係中華文化多元融合嘅象徵，承載住優雅、傳統同中西交融嘅故事。每一件長衫都係工藝同心血嘅結晶，希望我哋一齊努力，將呢份文化快寶傳承落去，喺未來繼續綻放光彩。